香港各大學深受歡迎，非本地生以自資身份申請人數按年達雙位數增長。現時政府每年提供15000個資助學額給本地生，呢個學額政府會明確維持，不會減少，確保本地生現時入讀資助課程嘅情況不變。至於非本地生以自費方式留學香港嘅非資助學額會獲准增加。每所資助專上院校嘅非本地生自費就學人數上額由相當於本地學額數目嘅40%增至50%。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嘅超額收生自資學額上限，亦都由100%增至120%。